喺香港水域潛水幾年，我慢慢對各種海洋生物嘅習性有多啲了解，觀察佢哋亦有多啲心得。以香港嘅原生品種細卵為例啊，佢細個嘅時候顏色同斑紋都特別鮮明，令敵人以為佢哋有毒而唔敢食佢哋。大啲之後，佢啲顏色逐漸變淡，形狀亦明顯改變。到咗成年期，就好似脫胎換骨咁，成個樣都唔同晒。我初初仲以為係唔同品種嘅魚添。當你對海洋生物嘅習性有多啲了解，就會發現更多嘅樂趣。楊真，你今日好好彩，竟然遇到呢一隻好罕見嘅喇叭海膽。佢嘅棘刺頂好似牽牛花咁，好特別啦。不過我知道佢哋係有毒嘅。你停低一陣再睇耐啲。咦？原來佢哋嘅棘刺不停咁樣將周圍嘅嘢執上身喎。因為佢同你一樣，唔多中意俾太陽曬住，所以就用各種物件去做太陽帽啦。其他品種嘅海膽都有呢一個習慣嘅。同香港人一樣，我哋嘅海洋生物都有好強嘅適應。冬天，香港嘅水炎炎夏日，海面嘅水溫就升高至30度。雨季嗰陣，大量雨水就會將海水沖淡。呢啲自然因素不斷挑戰海洋生物嘅生存極限，同時亦令海洋生態變得脆弱。所以，我哋真係要對我哋嘅自然環境多啲關心同愛護，等咁可愛嘅海洋生物有更好嘅生存空間。